14年前有一出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，当时真轰动。就是这出电影，有侪游客到南投县仁爱乡的清流部落来体验到原住民的生活。 透过歌调，会当互人进入南投县仁爱乡赛德克族的清流部落，也就是全中岛的世界。当然，想要深度的体验，爱先穿原住民的衫、白头巾，爱过赤面。伫雾社事件莫纳鲁岛的后代马形的领唱加解说下，现场充满原住民部落的气氛，或者游客对原住民的拿刀拿枪拢真有兴趣。 游览部落的环境，其中一项是参观赛德克传统的半黑厝，建材拢是就地取材，用上原始的方式起的。若想要变成勇士，就要练就拍拉的好功夫，其中一项就是射箭。经过部落专家的指导，这阵游客现学现点功夫。为先生真体贴，教某安怎射箭，结果。 那这种功夫可能会摇巴肚，伫部落想要三顿无烦恼，下调较稳健。出到这个，就注意看了哈。因为要掠山米无共款，做法都无共，像这是掠飞麻的，这是掠姜仔甲山猪的，掠竹鸡的较好学。体验过部落文化，有原住民的美食通食。 有樱花通游赏，伫步道散步，沿路风景有够水。山沟、长尾灯会来做伴，无张蹄，阁有台湾山鸡出来拍招呼。莫怪乎这阵游客感觉像即句甲人报的赛德克的话，马路4个蛋，这抓游览真有价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